兩間店同我印象當中嘅法式甜品同埋英式甜品咧都唔太一樣㗎，甜度好克制。大家好，我係有嗰句講嗰句嘅斜槓莊園 Theo。喺熱心群友永永嘅推薦之下，我哋咧決定嚟採一採風啦，試一試呢間法甜市歸。完全咧係因為呢度嘅快閃拿破崙組合，不愧係法甜啊！呢個顏值咧確實在線。而且呢種組合嘅銷售方式咧都確實討喜，特別咧適合我呢一種希望食少啲食多啲嘅星斗市民。店員出餐嗰陣唔單止同我哋推薦咗食用嘅順序，仲熱情咁提供咗手套同埋水。香草黑芝麻拿破崙，黑芝麻嘅味道咧係突出㗎，香草奶提咧喺風味上處於弱勢，口感上嘅存在感咧比風味上要勁得多。拿破崙嘅酥皮咧係硬脆㗎，呢點咧我幾中意啊！就算要分食都唔會難以下刀，更加咧唔會因為切開咗整個拿破崙咧就散架，用手拎住食咧都方便，感覺咧食用方式同埋食相咧都有被照顧到，抵讚啦！開心果薯妹拿破崙。開心果醬嘅用量咧相當大方，開心果獨特嘅油脂香氣咧都好突出㗎，係我中意嘅罪惡之味啊！原來咧唔單止有開心果醬，仲有咧開心果慕斯潛藏其中，仲俾我發現咗錯誤添，將慕斯寫成咗穆斯林啊！紅薯妹嘅酸甜感同汁水咧恰到好處，適當咁緩解咗開心果嘅飽膩，有咁樣嘅構思同埋層次，值得我強烈推薦啦！檸檬柚子拿破崙。柚子嘅香氣咧係我中意㗎，但係咧呢個檸檬奶醬咧真係太酸啦，我哋隻眼都不自覺咁變成咗一條線。提拉米蘇拿破崙，咖啡香提嘅咖啡味咧充滿咗速溶咖啡嘅感覺，講唔上討厭，亦都講唔上中意。我哋咧仲加單咗豆腐芝士蛋糕同埋檸檬批。檸檬批嘅造型咧好睇係真係好睇，但係咧我認為好睇只係附加值，味道同食用方式咧先係最應該多花心思㗎。只係為咗造型忽略咗食客嘅食用方式咧，就有啲本末倒置啦。呢個檸檬批就俾咗我咁樣嘅感覺，不論係用我哋手上嘅刀叉分解，定係直接拎起成個食，都會咧有啲狼狽。手上呢副刀叉咧切得咧並唔順手，成個拎起食嘅話咧，咬咗呢邊一啖之後咧，另外嗰邊啲餡咧又擠咗出嚟。調味上呢個檸檬批咧同頭先嘅檸檬柚子拿破崙嘅酸度咧旗鼓相當啊！我哋隻眼咧又再次變成咗一條線。豆腐芝士蛋糕咧係呢餐當之無愧嘅 MVP 啊！樸實嘅造型之下，俾咗我十分大嘅衝擊。如果將衝擊力分為剛猛同埋溫柔，咁佢咧絕對係溫柔㗎。豆乳同埋芝士嘅融合度咧非常高，淡淡嘅豆乳香氣相當綿長，與之平分秋色嘅咧係芝士嘅奶香，整體口感咧十分輕柔㗎，食起身更加冇任何負擔，令我忍唔住一啖接一啖啊！我強烈推薦啦！順帶一提，區別於頭先嘅檸檬批，呢一種可以用叉一叉到底，一啖咧就可以優雅咁食晒所有嘅甜品，先係好甜品。因為只有咁樣，先可以更加好咁品嘗到甜品嘅層次同埋複雜度，而唔需要自己組裝啊！嚟都嚟咗啦，行多幾步路消化一下，又可以食下一間啦。如果話咧上一間係追求精緻，咁呢一間 Chubby 就係講求實在啦。Banoffee Pie。我哋咧其實咧係衝住呢道餸先嚟五羊村㗎，中文翻譯嘅話咧應該係香蕉拖肥派，因為咧佢嘅名其實咧係由 banana 同埋 toffee 組合而嚟㗎。不過咧佢嘅造型好似同我記憶中嘅唔太一樣啦。據說咧係店家自然嘅變體，唔同嘅係造型不變嘅咧係罪惡，該有嘅罪惡元素咧都仲係有㗎。香蕉、奶油、焦糖醬、太妃糖脆片。只係咧呢個並唔係一個我認為嘅好甜品，因為咧食起身咧都幾撈教㗎，冇辦法咧一筆到底品嚐所有，只能咧靠自己組裝。唔願意透露姓名嘅大隻佬狼吞虎嚥分，仲加單咗呢一個睇落好實惠嘅胡蘿蔔蛋糕同埋日日好椰。
呢個份量咧真係直接可以當飯食噶啦，食起身咧口感上冇傳統胡蘿蔔蛋糕咁油膩，甜度咧都應該做咗調整噶，應該係個減油減糖版。不過咧呢餐嘅 MVP 其實咧係呢個睇落平平無奇嘅日日好椰啊，上層嘅奶油相當輕盈嘅，但並唔鬆散。誇張啲講啊，呢個大概就係雲朵嘅口感啦。搭配底下嘅蛋糕一輕一重，口感嘅層次相當唔錯，細細咀嚼啊，唔單止食得出椰乳嘅風味，仲可以食得出咧椰絲嘅脆感，真係完全生咗喺我嘅審美之上，我強烈推薦啦！有一句講句，兩間店嘅風格咧完全唔同，各勝擅長啦。豆腐芝士蛋糕同埋日日好椰咧，係我會再次嚟光顧嘅理由。兩間店同我印象當中嘅法式甜品同埋英式甜品咧都唔太一樣㗎，甜度好克制，感覺咧係為咗迎合時下追求少油少糖嘅風氣，萬幸各種風味咧都冇因此變弱㗎，兼顧得幾唔錯。呢段時間我應該咧都仲要去採風㗎，試各種唔同嘅甜品，大家咧有冇啲咩推薦啊？自費自願嘅 Theo 飯局即日起咧不定期盛行，歡迎新老朋友入群踴躍參與啊！繼續同我一齊飲飲食食，人生積極，好嗎？